邱總，你作為香港專業演講同培訓師協會以及小金鐘演講同主持大賽港澳賽區嘅負責人，首次帶港澳嘅小朋友嚟到小金鐘全國總決賽嘅舞台，都取得咗非常之亮眼嘅成績。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下最大嘅感受係咩呢？好啊，對於我哋嚟講咧，呢個係個非常珍貴啦，同埋充滿意義嘅嘗試。我哋咧非常咧感謝中國小金鐘台前幕後嘅整個團隊。為咗咧，我哋中國港澳嘅孩子咧，提供一個咁高水準嘅平台，等佢哋有機會咧，同全國各地優秀嘅選手咧，去同台獻技切磋。呢一個唔單止係場比賽，更加一次文化交流、視野嘅開拓。今次港澳嘅小選手，佢哋喺演講比賽當中攞咗15金，喺主持比賽當中都攞咗10金嘅好成績。咁樣嘅成果，你覺得對於港澳嘅青少年教育有啲咩意義呢？今次嘅成績咧，確實令到我哋非常鼓舞同自豪嘅。更加重要啦，係我哋嘅孩子咧，透過今次嘅機會，向全國觀眾咧展現咗港澳青年一代嘅自信、才華同埋正能量。呢一個咧，對佢哋個人嚟講咧，係一個難忘嘅歷練。對港澳嘅教育啦，同埋文藝發展嚟講，都係一個積極嘅推動同埋肯定。喺呢一次嘅活動當中，有咩係令你覺得特別感動或者係印象深刻嘅瞬間呢？有啊，見到我哋孩子啦喺舞台上面嘅從容表達啦，勇敢發揮，見到佢咧同內地選手嘅互動互助，結下友誼，見到佢哋兩眼咧閃爍嘅光，呢一啲咧都令到我哋咧覺得一切努力咧都係非常值得嘅。呢個同時間更加堅定咗我哋咧繼續搭建呢一類型嘅交流平台嘅決心。對於未來協會有冇進一步嘅計劃，令到更多港澳地區嘅小朋友嚟參與到小金鐘嘅活動當中？2026年啦，我哋期待咧可以組織更加多嘅港澳孩子參加中國小金鐘嘅系列活動。同時咧，我哋都計劃咧去逐步引進更加多元化嘅比賽項目，例如咧音樂、舞蹈等等，希望咧可以為港澳熱愛藝術嘅孩子咧提供更加豐富、更加全面嘅展示舞台，繼續推動兩地嘅青少年藝術交流同埋共同成長。